九巴290線於2015年3月28號開辦，來往將軍澳彩明至荃灣西站（簡稱張荃線）。及後運輸署於2022-2023年度巴士路線計劃中提出縮短290線，由彩明縮短至坑口北，原因係將軍澳段跟290A 走線重複。290與其分支路線，例如290A 同290X 嘅唔同嘅地方係唔需要途經秀順同埋安達臣一帶，令坑口寶林居民能特快前往荃灣同葵涌。依家就等我帶大家去實測下，究竟荃灣西站返新都城要幾耐？辛苦的身價可價可減，心血照花。當初要當一匹黑馬，贏來無情無事也罷。誰亦說得到了便努力放下，誰又說光有拼勁便有分家。委屈卻也懶得驚訝，每次創傷總有後話。好心的欺詐，估不到再打會中花。人大了會一生太早，因此厭化，何況無意是被責罵。太老實總有難道說水裡滿是有用廢話，然後說這個世界難分真假。只需要誘惑到有牙，可怎麼的可怕？你他期望會忽然睿智，相信自己一次無顧無慮講實事，明白了不如下次有水平明白刻意沒有面子才在意，開心得吃力沒意思，有心也無求才自知，笑得有意義哭得不羞恥，相信這樣做事才像我走放肆，不好意思。每呼吸一切都未算遲，驚險都經慣，辛不辛苦都要過關，不敢上高給黑稱讚，每次進退還是太慢。難道說咀嚼過人性亦有讚？誰又說慣要過就為了三餐？一想到貴價雖很難，失些分失些意，未算慘。期望會忽然睿智，相信自己一次無顧無慮講實事，明白了不如下次有水平明白刻意沒有面子才在意，開心得吃力沒意思，有心也無求再自知，笑得有意義哭得不羞恥，相信這樣做事才像我走放肆，不好意思。相信自己一次無顧無慮講實事，明白了不如下次人水平明白刻意沒有面子才在意，開心得吃力沒意思，有心也無求才自知，笑得有意義哭得不羞恥，相信這樣做事才像我走放肆，期望會忽然睿智，相信自己一次無顧無慮講實事，明白了不如下次像最初不經意換到成讚不在意，開心得吃力沒意思，有心也無求才自知，笑得有意義哭得不羞恥，相信這樣做事才像我走放肆，不好意思。每呼吸一切都未算遲。
小花。當初要當一匹黑馬，贏來無情無事也罷。誰亦說得到了便努力放下，誰又說光有偏見便有分假。委屈卻也懶得驚訝，每次創傷總有後話。好心的欺詐，估不到最大會種花。人大了會一生太早，因此演化，何況無意是被責罵。太老實總有難做，說水裏冇時有用廢話，然後說這個世界難分真假。只需要憂鬱都有牙，可怎麼的可怕？你怕他期望會忽然預知，相信自己一次無窮無慮講實事，明白了不如下次水平明白刻意沒有面子才在意，開心得吃力沒意思，有心也無求才自知，笑得有意義哭得不羞恥，相信這樣做事才像我走放肆，不好意思。每呼吸一切都未順時，驚險都經慣，辛不辛苦都要過關，不敢上高給黑稱讚，每次進退還是太慢。實測結果係58分28秒，時間比港鐵慢2分鐘。至於車費方面就比港鐵平9毫子。雖然時間冇港鐵咁快，但勝在喺荃灣西唔使轉車就可以到達寶林，而且設有轉乘優惠，俾乘客轉乘其他九巴路線前往屯元天一帶。隨住中九龍幹線開通，本台期望九巴能喺朝早同黃昏時間開辦290特別班次，途經將軍澳隧道、啟福道、中九龍幹線、西九龍公路、青葵公路往返兩區。如果大家對呢條路線有任何意見嘅話，歡迎喺下邊留言，我哋下一集再見。